我哋身處喺呢個嘅創意校園裏頭嘅點子坊，而依間嘅會堂咧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地方。未來我哋相信嘅教育就係突破地方、突破界限。一個星期7日咧都會有一啲嘅交流嘅活動喺度舉行，希望大家有機會咧隨時 pop in and say hello。在此，我謹代表我家母同我家人，感謝浸會大學中醫學院多年嘅努力。陳漢賢家族同埋佢嘅基金一直秉承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嘅理念，熱心公益，積極回饋社會。其中對浸會大學嘅支持更係影響深遠。如今我哋大學嘅中醫學院已經係亞洲地區嘅翹楚，陳氏家族嘅貢獻實在係功不可沒。回饋社會係我哋基金嘅核心理念，支持浸大嘅中醫藥研究就正係將呢個理念實踐。未來我哋會繼續同浸大攜手合作。我再次感謝浸大嘅同仁對於我哋嘅信任同埋支持，希望陳漢賢伉儷會堂可以成為一個促進學術同埋思想交流嘅一個好好嘅平台，為浸大未來嘅發展注入新嘅活力。3、2、1，陳漢賢伉儷會堂正式啟用。再一次感謝陳漢賢伉儷慈善信託基金嘅熱心支持。